罗总统2月去台北大巨蛋看棒球赛，3名水将先到现场勘查的时阵，却共偷摕这签名的棒球和护照套啊，不检证结，甲这3个人提起公诉。各方特别条例立法院无进度，国民党来逼出着这军国版本超白巴。那野党主席第2文表示讲，国民党会去讨论，绝对袂接受1.25条。本地罗总统要出访苏瓦蒂尼，想要过境这德国和捷克双方拒绝。另外，苏瓦蒂尼王国也派特使来台湾访问，下晡罗总统亲身接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总统赖清德今年2月去到台北大巨蛋看这棒球赛时阵，说是有3名水将事先到现场勘查，说是共偷摕这签名的棒球和这护照套啊。北检在今仔前计，甲这3个人提起公诉，其中1个人呢是负责甲这偷摕来物件分配互因，是加一条赃物罪嫌。总统赖清德伫今年2月亲身到台北大巨蛋看台日棒球国际交流赛，但是3个负责维安任务的随行人员，说伫比赛进前场勘的时阵偷摕物件。来支援的宪指部社工的校校，伫交流队的休困室偷摕6粒坤坤的签名球，装入去公安局社道的校校的公事包。设任的中校是伫边啊暗号配合，社工的校校搁伫停车场的门口摕走6个护照的录啊，交予社道的校校分配。北检30侦查终结，甲3个人提起公诉。检察官依刑法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机会犯窃盗罪嫌及图信被告另犯刑法赃物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国安局里面也有扩大来进行这个案子的调查。主犯他是从县职部那边来支援的，对。然后呢，这个知情不报者是国安局特勤中心的人员。是 OK， 好，所以我们就做完整的处理，而且移送法办。目前有4个护照的录啊无交转来，检方嘛公布警察法院依法没收。涉案的3个人，除了第一时间各记2个大哥列入优先态度名单。公安局嘛表示讲，接落来加强维安编组人员的法纪教育和管考，防止佮发生这种代志。不过，除了总统看球，中华职棒中信兄弟队嘛透过面册公布法务部长陈明谦要做30暗时比赛主场的开赛嘉宾。民进党立委曾水雄讲伊看到错一个，所以你就是去看啦啦队对啊。这啦队当然我们一定会去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职棒的啦啦队是全世界有名的哈。有名啊，有名到一个你都讲不出来。我们去目的是要宣传、打诈、晚会学宣导。是球团邀请你，还是我们法务部主动？我们跟检察机关跟球团这部分，我们本来长久就有一个联系的一个机制了。连这个都没有办法讲清楚，那我更怀疑说是不是还是有预算配合？陈明谦强调讲，家己无要开球啦，重点是伫个现场采打推动反贿选、反毒和打诈的宣导。那位洪明凯表示讲，肯定基层的辛苦，支持全民打诈，但是建议法务部应该先顾好本务，莫互个人有迄种伊伫个无言外务这种无好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防特别条例第2法院无进度，也那国民党内也逼出着超白巴的问题咯。甚至因的副主席呢批评这韩国瑜是袂当求赢，也那第2文在今表示讲，国民党会充分讨论，不过绝对袂接受1.25条这个数字。讲特别条例起例，国民党内部嘛内乱，有党主席郑丽文、党团总调鲍坤琪支持的3800加 N 版，甲青壮派立委支持的8100版，副主席桂连林质疑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党中央立场无同，讲伊是袂当求赢，爱开除党籍。韩国瑜伫面册写讲无对不起党，引起侪纳委的面代甲声援。郑丽文3早出面解围，强调劳动制的情分无受人分化。继副主席他说话稍微冲动了一点，他跟我们的韩院长几十年的老同志，其实他也是语重心长，大家不需要扩大解读。郑丽文讲，国民党会当充分讨论军购案，唔通内乱，不过无法度化解争议。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批评党中央，北市议员徐宏庭嘛批评桂连林的发言，讲影响基层的士气。你今天讲这个话，你是破坏党的团结，你还有资格当党的副主席吗？你的恩并没有在你的版本里面嘛。而且事实上，我们当议员、当立委那么久，审查预算，哪有审查一个恩的呢？恩是什么啊？恩是一个不确定数字嘛。审查预算那个数字一定要确定的。大家可以说道理而不是用一个类似语带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让很多基层党员感到难过跟愤怒。
赵少康阁批评党中央的版本，敢若有3800亿无纳入加恩、无纳入优先两个版本来乱，会影响到年底的选举。对于年底要选，特别要选县市首长的话，你当然上面框一个8000，对他们来讲，他们对选民比较好交代。支持强化国安的委员要勇敢一点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讯息让国人忧虑哦，这是不是有就是境外势力就是中共在背后操作？基本上是军购的部分，大概只要很确定的部分啊，台湾民众党都会支持。大家一定要针对韩国瑜5月初六要召开第4届调查协商，外界关心敢会伫5月初8表决通过。田立文讲1.25兆的天文数字绝对无要接受，泛粉呼吁讲守护国安是看党派的共识。王安祥讲希望调查会当找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这海底电缆线搁再出问题啊！昨接到这中华电信通报，讲这大马3号呢，北港到东引这段已经搁再登记，影响到1500人。目前中华电信先用这微波通讯机关，不过乡长也讲呢，乡亲共款反映讲这网络有卡慢，而且有线电视因为无法度转换设备，目前是拢无信号的。点开民间开发的台湾海缆动态地图，除了接台湾本岛和马祖的大马2号，今年3月修复了，搁断缆。大马3号北港到东引段的海缆嘛呈现红色断线的状态。司法部指出讲，29接到中华电信的通报，这段海缆新线搁断去，造成海缆全断，主要影响人口差不多1500人的当影响。这几年下来，这个次数是蛮频繁的，所以大概相信只要在网络上面使用，稍微觉得卡卡的，都会想说是不是海缆又出问题了。现在有线电视部分是完全没有讯号，跟乡亲的这些生活作息当然会有一些影响。虽然中华电信已经开微波通讯来备援，维持当影响的行动电话数据上网者的服务，但是乡长讲，乡亲嘛是反映网络较慢，而且有线电视因为无法度转换设备，这嘛是全面断线。司法部嘛要求中华电信积极协调海缆。上近7月底完成修复，这摆海缆搁登去，初步推估，意思是靠搭伫东引北澳岸边的中国渔船万年鱼63896，因为海上歹造成船身刷去别位，才造成海缆的损毁。其实万年鱼63896伫靠搭了后，船头家伫3月底要委托中国籍的工作平台船海勤港66进场执行船体移除的作业，但是当阵就因为时间无细致，互大马3号一寡新线受损，海巡署随甲时间人员带登去调查，你要关心敢有铺设地带侵扰的疑虑。你说你要切割船，你切割到那么深，我一直认为这个背后是这么单纯吗？我们一定是料敌从宽，所以第一时间我们一定绝对就要去确认这是否真实的是一个意外。好，那背后是不是有国安的疑虑？那这个部分的 SOP 我们有建立起来，甚至于我们也会从水下去看。最近几年，欧洲的波罗的海同款是连续发生海缆防破坏的事件，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引发关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嘛对这个议题举行听证会，国委会主席李启呼吁各国加强合作，来提升海缆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位查某警察休假的时阵出车祸死亡，伫现场除了有烧弄的3台车，还有一台违规乱停的校车。警方针对违规乱停的校车，敢是有责任的，说是有无同款的见解。有车祸鉴定专家认为讲，若准无共识，会由法官来裁定，未认为一部分就是全部面貌。我们2个家庭都缺一角了，缺一角了。这场车祸，何姓地女警甲10个朋友两家庭拢破碎。女警请人接受访问，强调一定追究到底。亲友也无法度接受第一时间女大生面对车祸的态度。至少陪陪他，看他应该躺在那里。后续的相关的一个伤障跟抚恤的，我们也会积极来协助。有关于派出所同仁的部分呢，我们也请心理师呢去做一个咨商。事故现场是上线道发生进前技术游览车违停伫机车停单区，女警甲女大生的方向原本也伫违停车的后边。车祸时阵，女警甲女大生已经伫内线车道，弄女警的学生专车为闪避女警已经到对向车道。违停车辆无甲女警有弄到的事实，是不是有责任？伫调查过程，因为讨论一派认为有因果关系，另一派无安尼认为。
并不以有无发生碰撞为唯一的考量，仍然必须考虑原因的发生跟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俄罗斯认为交通事故不应该干那思考是毋是弄丢，车祸鉴定专家指出，车祸调查因环警方初判，车祸刑事事故鉴定甲鉴定后期这3阶段审期，那双方不强势对交由法官审评。不过第3阶段后期大部分用多数决。车祸鉴定委员会它是合议制，它是投票的，要看多数委员的意见的见解是不是一致，以多数决了。警方表示，这案件因果关系得由检察官认定。女大学生读的学校也发声明，对罹难的女警甲家属致上哀悼，也强调专案已经进入调查程序，学校不方便评论。也加强相关的宣导，也希望各界理性和司法回归司法，停止对校内师生构筑侵害甲违纪的暴力。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姓涂的查甫警察，对于差不多3年前呢，开始甲这查某的报案人偷袭，佮利用 AI 技术解读变作是色情影像，代志伫去年底逼出来。这个警察互人记告调职，检方自测也终结，依照违反告诉法定罪改起诉，并且这法院爱改重判3年半。啊，那警察局伫咧昨也改记2大过免职。高雄3民1分局一名姓涂的查甫员警，去年9月，被逼出利用职务上的利便，对女性的报案人偷袭相片。分局虽甲人记告调职，也报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检方调查，姓涂的员警对1812年7月起，透过处理非道路交通事故甲手机无去等案件机会，找借口讲要检查详细，也是搜证，偷袭被害人的胸卡甲过人卡，甚至阁走去找被害人，爱其烫衫穿少少合翕，尾手阁甲这相片透过 AI 解读。拢总有6名受害者，检方27终结，按照违反告知法起诉，求刑3年6个月。本署检察官认为，这个远景设有这个利用公务上的这个权利去不当的收集个人资料，以及不当的利用个人资料设有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部分依法予以起诉。去年逼出偷袭的代志了后，姓涂的警察就调去警备队加强管理考核，不止个外界质疑，为什么不随甲人开除？对此，高雄市警局表示，正因为案件也搁伫咧调查，因此是先记告调职，而且检方起诉了后，伊嘛随做出定处。涂原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情节重大且严重影响警誉，本局即刻予以1次记2大过免职，断然淘汰。检方强调，已经把姓涂警察的手机甲相关的电子设备拢送去做数位监视，目前无发现相片有流出去的情形。身为员警，竟然做出这款的代志，检方除了建请法院加重刑责，重判有期徒刑3年半以外，也并可罚金30万。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伫咧宜兰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介像是含人有毒品的纠纷，互人关伫5个一栋这人家厝内面，险险啊，互人拍死。这嫌犯甲这个人送到病院，拼咧就想要绕跑，其中一个随互警察抓起来，那警方继续追查，有抓到3个嫌犯。监视器外面看到2个查甫将姓陈的被害人送入去病院，用轮椅塞入去急诊，随后离开。姓陈的查甫迄阵已经无喘气甲心跳。病院急救的时，发现姓陈的查甫身躯顶的外伤应该是风拍造成的，经报警处理。唔好飞啊，唔好飞走，最少留一个，你再去一个去停车啊，伊讲要停车，2个拢要去。我唔啊。我唔好走。民众表示，2个人甲人送病院了后，其中一个讲要买薰就离开。姓陈的被害人迄阵面已经拢无血色啊。警方协报了后，先抓到留伫咧病院姓陈的查甫，佮继续追查，甲另外2个涉案的查甫抓倒来。经过调查，姓陈的疑似是因为买毒品欠18万的小，互嫌犯拘禁伫咧5角一大面体，甲伊虐待。查明许姓及简姓男子等3人涉嫌于前一日将被害人逼进殴打。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姓陈的被害人是因为被拘禁10多点钟，受到凌迟，造成金马用改症，经过病院抢救，目前已经恢复生命现象。那检察官是以杀人未遂的罪名申请羁押。那法官讯问后审酌卷内的所有卷证，认为有重罪逃亡之余，而且有串证的之余，所以裁定准予收押禁见。警方调查的时，3名涉案的嫌犯讲话反起反倒。检方调查了后，发现其中1名姓简的查甫涉案程度不足，就甲释放。剩下姓简甲姓柯的查甫涉案情形重大，以杀人未遂罪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区有一间旅馆，人客伫网络顶头甲批评，讲伊人离开旅馆，登去房间的时阵，看见这门无锁，业者就解释讲有防务人员入去过，想袂到过长工呢，佫讲锁头有问题，甚至佫甲讲人客你生了伤过水，才会烦恼这安全的问题。业者在早起出面会实咧，强调钱已经有退互人客咯，即摆观光局也免甲客查。门锁换新呢，就惊检测门佫大开。有查某游客23日要住高雄市区的某一个旅馆，2暝3000外箍，迄暝登去旅馆，却发现门开咧。因为半暝无员工伫遐，游客惊甲随用来甲业者反映，业者是讲迄是防务人员入去过，毋过隔工却反讲是门锁有问题。佮个讲，因为迄个游客是水查某囡仔，则需要遮尔悬的安全维护，和游客是无法度接受。伫网络顶讲互人知。这件事其实我当下没想太多，就是我的客服叫我看这个资讯，我看说哦，这女生好漂亮哦，我就想不小心就夸奖了她，只是没想到这个夸奖最后延伸变成是好像有不好的意思，对，不好意思。业者38回讲，伊讲话失言，迄天已经退还旅馆的费用。事后一个查监视器确认，房间是因为门锁旧啊，家己大开。代志发生的时，处理的员工是因为要安搭旅客上去，才会先认错，已经将门锁换新。有类似经验的旅客嘛，分享因迄阵惊吓的心情。有人一直开我的门，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那个柜台，然后柜台就说是他们的防务人员，然后他们就说是误会，就是吓死啊！依据旅馆管理规则规定，旅宿业者对于旅客建议事项以及处理情形应向本局报备，而且对于住宿旅客的生命身体负有保护之责任，有危害时应该紧急通报，违者可依发展观光条例予以处分。观光局人员来到旅馆稽查。观光局表示，会请旅馆说明原因，佮查明是毋是有员工有不当的意图，嘛呼吁业者配合警方调查，加强员工教育训练，提高服务品质，莫佮有类似的情形佮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去到西屯大片公园耍这海藻机的时阵，却互这生鲜的螃夹到天八尖。家长就批评讲，这市政府拢伫咧提责任，也无要赔偿。代志逼出来了后，才来说圆啊。官方态度随改变，讲要随处理，也要协助申请理赔。正手无明仔受伤，到病院天八尖，佮诊断出骨头离开，伊若是疼甲哀叫。台中黄县市一日下晡带囡仔到西屯区大平公园佚佗，9岁后生伫用粗暴机的时阵，互生鲜的转折旁业伤。事后通报市府竟然得到12岁以下无适用公用意外责任险的回答，互伊无法度接受。在用滑步机的时候，好像就是他那个间隙可能会忽大忽小。对啊，然后小朋友的手又比较小嘛，然后又握得比较紧，然后就被夹进去了。它不是单纯划伤而已，它是里面的肉都跑出来外面。假如知道的话，你有大人在旁边就一下要跟他们讲说，叫他注意啊，要玩那个要注意啊。目前西屯区公所已经将粗暴机由封锁线查看大平公园现场告示牌，敢若显示有2区分龄的囡仔游戏场边仔的体检设施却无标示年岁甲使用说明。当地里长讲，体检设施是4年前装的，毋捌发生过同款的代志。我们的游乐设施当然我们是要保护，但是像刚才这样子，不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既然是有这件事情，那我们也是有关单位，当然也是要来处理好啊。我们协助去修缮啊，那我们这边会派工去处理。公所这边请我们协助去设，我们就会去设，我们再看看，要查一下那个体检设施的使用规则，我们再把它补上去。台中市府表示，最近对大平公园设施来检查，佮协助家长申请保险理赔。后续查明体检设施使用规则了后，也佮采告示牌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爱你袂着，也爱祝你幸福。这屏东夜市有一大伫咧卖肉丸，就连续呢2天互人扁打。警方表示讲，是这肉丸店第3代头家的查甫囝，和真正的男朋友有感情纠纷，这个查甫人就闹人去遐乱，甲这打喊甲乱七八糟。目前警方已经抓到4个嫌犯啊。
2到半暝2点左右，2名查某人手提八达落车，对搁较头前的店面行去，无到3分钟，破坏了后，就随就车离开现场。屏东夜市知名的肉圆摊啊，2到2天拢封供店，现场看板互人讲甲密密麻麻，破去的撇仔有的搁伫桌顶，有的脆皮落涂骹，规个店面乱七八糟。因为2破坏的状况严重，店家已经报警处理。我只知道他有女儿，可是他女儿不认识。对啊，不认识啦，从小都在外面，都在外面哦。所以当时在打的时候，你没有来营业？我没有，就休息啊。多困去啊，较放凉，较多人讲安尼。我那时候2点之后我在困。因为警方讲可能是感情纠纷，附近民众私底下表示，可能是犯案24岁姓张的主嫌和肉圆摊第3代头家的查某囝有做伙。分手了后，查甫这边想要讲和，不过查某囡仔无意愿。姓张的嫌犯就2白早起5点外闹人去供店，因为第一摆只有看板歹去，店头虽换新的起哩，无想到嫌犯2到半暝啊，搁叫人来，甲一寡工具拢供歹去，只好报警。经深入调查，张姓主嫌与店家家属有感情纠纷，因而前往滋事。为避免事态扩大，警方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迅速掌握犯嫌行踪，并将4人带案侦办。警方昨晚已经抓到4名嫌犯，全部依照妨害特殊和损害罪嫌，函请屏东地检署侦办。这家肉圆是屏东在地已经60年的老店，算第3代要第4代，生意真好，算是夜市知名的店家。进前拢毋捌发生这款情形，附近的店头拢讲足无奈。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真侪人金肉人按落去找人做陪访，最近这卫福部中医药师就发布函释说明，讲这款陪访的拢是医疗行为，爱医生来做，或者是有医生的指示才会当做，违规上当罚850万。那中医药师强调讲，这相关的规范是一直拢有的，唔是新规定。那中医师呢也强调，那准无专业评估就乱做，颠倒会败害你的身体。点到下条抗拒温故下巴，所以个抗拒患者需要治疗部位，这是中医常常用的治疗手法。会拉肚子的，然后或者是月经来会痛的呢，效果都很好。用下念昏倒在赶快也是温故的一种，其实不少人会透过中医疗法改善虚寒体质、温痛经络。我就是太疲惫了，太累了，那个血液循环不好，有那个肚脐温灸，还有那个拔罐，还有针灸都有。没有牌照的，我们不敢去的。我都还不会去找那个没有执照的。那温故野草分管也是部分民间业者，比如养生馆会做民俗调理行为，不过其实这拢是医疗行为，由中医师或者是伫中医师指示之下来做，若无相关，应罚150万。对于使用这个温灸啦，这个艾草去做相关的这个治疗呢，都属于医疗行为。中医师认为，野草分管温故大部分用伫的驱寒祛湿、心胆放练筋肉、改善血液循环等，不过也是经若无经由专业医师判定的使用，可能反倒当来伤害健康。如果刚好这个病人是属于我们所谓的糖尿病严重的，那他有可能就引起什么败血啊，产生我们一般说的生命的危险。根据民俗调理业管理规范，民俗调理包含传统政府掠铃、脚底掠铃、指压过山背罐，或者是用民间管事用的高青草等外敷料的非医疗行为，尤其是免强调医疗效果。不能说我这个刮痧拔罐就可以把你的什么病治好了。简单的讲呢，就是一个舒缓放松的调理行为。伊提醒，若违规唔来罚钱，抑个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卫福部强调，这毋是新规定，已经登记甲相关工会业者保持沟通，透过教育训练、技能检定等制度，协助产业规范化发展。目前民俗调理产业违规情形已经明显减少。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外清提本地4月22日要出访非洲的友邦斯瓦蒂尼王国，说因为中国施压临时打动，甲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做特使去访问。就算有这段风波，两国的邦谊同款是无受到影响。斯瓦蒂尼的副总理查杜利做国王的特使，在今下晡到台湾，由赖总统亲身接见。原本我很期待亲自率团访问斯瓦蒂尼，但因为受到外力的影响。部分国家临时取消专机飞航许可，国王陛下第一时间给予台湾的各项协助与支持，并立即指派查杜利副总理担任特使访台。这个具体行动向国际社会传达了明确的讯息，就是台湾与斯瓦蒂尼的邦谊
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而动摇。And that no force, no matter how strong it is, can break a family bond that existed for the past 58 years. No enemy can come in between a strong family. 总统除了感谢这苏瓦蒂尼长期以来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无惊压力替台湾讲话，也要庆祝台湾和苏瓦蒂尼建交58周年，邀请国王会当阁再来带团访问台湾。也若讲到这苏瓦蒂尼的副总理呢，也传达因总理的信息，讲中国来施压的行为虽然遗憾，也强调两国的邦谊真友好，也变做是亲像亲人迄一样。国王也希望讲赖总统另外阁再找机会来甲访问，而且呢也强调讲因随时欢迎伊。赖总统本地是要出访这苏瓦蒂尼，却因为中国施压，非洲三国取消飞航机构，行程转来取消。外国媒体呢，彭博社就指出讲，咱嘛怕向这德国及其等欧洲国家提出过境的需求。不过德国政府认为讲，或者赖总统的专机飞落来有问题，中国方面要施压。落尾德国和捷克是拢无答应，那总统府和外交部是拢强调，以安全谨慎做原则来安排总统出访行程。总统，请问德国跟捷克有拒绝我方过境吗？听听问会，总统赖清德无停乱，因为外媒彭博社报道，赖总统原本要访问苏瓦蒂尼行程伫中国是非洲三国取消飞航许可了后，但展开48点钟的紧急应变，向德国、捷克等欧洲国家提出过境请求。报道指出，德国总理梅尔茨也知影这代志，不过德国政府认为，赖总统专机降落有问题，而且中方知影德国咧考虑的时阵，也敲电话施压，最后德国甲捷克拢无允准赖总统过境。元首出访受阻，主要是因为来自北京的施压。我们非常的感谢有诸多的友盟国家在过程当中协助我们。本案相关行程安排，外交部均秉持安全以及专业原则审慎规划，并与相关各方持续保持联络协调。基于飞航安全、整体行程以及任务顺利推动等多重考量，外交部对相关作业细节没有评论。总统府甲外交部拢无正面回应报道内容，敢若强调过程中秉持安全、审慎原则，安排相关的行程。其实德国执政联盟之一的基民党基社党国会议员访问团多伫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会见时阵讲到，中国干负第三国，行使防疫管理权限，感谢德国甲友好国家的声援甲支持。既然是这种比较紧急的这个状况，而且是因为此路不通，然后另寻他路，然后又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曝光，当然被拒绝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哈，可能比较不涉这个德国、捷克对我方的这个所谓外交的这个关系。中国外长王毅最近甲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见面，佮表示，年代第2500户关系已经解决包含台湾在内全中国代表团问题。咱外交部强烈谴责甲抗议，表示第2500户关系无涉台湾，也呼吁联合国体系遵守中立原则，唔通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参与的正当权利。记者综合报道。体育的小校卢勒斯走去中共遐讲因外交拄外交引起争议，在今仔日佫伫咧广播节目顶头讲有在调班就甲班，若无就唔通用征婚来甲刁难。刘宇辉副主委刘文杰是回应讲，相关的修法会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规范，未来会范围扩大到小校，目前已经送立法院，也搁这个草案呢，也搁伫咧听诉委员会。你不可以讲话，那你就不要说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干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台湾要是坚持有言论自由，前海军舰长，也就是体育小校李勒斯，第二日去离中国海军的舰艇，大声喊解放军当咧进步，祖国强大就代表台湾安全等等的言论，去互体育会批评是反背国军甲国家，这目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限制，敢若下用校长以上。等于李勒斯服役的年资，若达到20年以上，每个月会当领差不多4.5万的退休金，一直领到过往，引起关注。如果未来有相关的法令的时候，我们就按照相关法律去做。现在没有法律，你不用来 PUA 我。我们的两岸条例相关修法，行政院院会这边都已经通过了，那现在一直是挡在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没有复委。那我们希望各界都能够支持。国防部配合立委会提出的修法，已经伫行政院议会通过，不过煞卡伫立法院。
中国中央军委会今年扩大庆祝黄埔建校100年，传出哪像甲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直接。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强调讲，若真正有这件代志，会依法来处分。台湾的将领，至少在世的将领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念过黄埔军校的。那什么黄埔100年这些活动，说要跟台湾的相关单位来合作举办纪念，这些都是毫无意义。营养目前复杂的外部威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30针对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大条审查，其中行政院的版本建议鼓吹战争的言论，增订行政裁罚的规定，好知影这个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记录。这里面有很多钳制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或者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根本就是当年的数位中介法的一个借尸还魂。在国际上，言论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啊！任何鼓吹战争之宣传，应该以法律禁止之。这个是各个民主国家的共识。那也认为讲，授权予行政机关家己认定，什么款的言行构成违法，等于是予行政权无限扩大。另也表示，世界民主国家拢伫咧防范强调，台湾嘛同款，认为透过加重处分，才会当真正来主动。记者综合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26年新闻自由指数，伫180个国家内面，中国继续用国安法打记者，排名连续2年拢是上尾3名。那香港是因为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互人判刑等影响，打压着新闻自由，同款是连2年依次伫咧140名。咱台湾今年是退步4名来到28名，有关是亚洲排名第1个。不过伫咧维护资讯的公信力方面呢，有关是面对挑战。另外，这台新闻所公布假信息的调查，发现理财投资这类的假消息有关排伫咧头名。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台湾排亚洲头名，全世界第28名，比去年退步4名。嘛发现台湾伫维护资讯公信力方面，当咧面对挑战。台新闻所拜四嘛发表2015年假信息认知调查，发现民众先接收到的是理财甲投资类的假信息，比例超过75%。第2名是政治类，数落来是编购资，嘛显示甲之相关的假信息威胁上大。当我们把那个就是说理财投资在个人窃取各自的这样子一个就是假讯息的主题类型放进去以后，它立刻跃升为那个所有讯息的第1名这样子。另外，民众先接使用的 LINE 调查发现，群组规模大、国欠缺管理者，也是会转刊内容long潮，讨论投资理财话题群组，都主要出现假信息。然后，相对于无主题的无特定主题的纯聊天，或者是这种生活优惠、养生保健群组来说的话，投资理财相关群组是大家觉得风险最高的。面对假信息调查嘛显示，民众会毋望政府加强立法管制，推广事实查核相关的工作，嘛会提升媒体报道的正确度，才通建立完善的资讯防护网。记者郭金勇提供台北报道。这个月初5，清明连假，高铁台中站接到无线电的紧急信号，要求3班列车要赶紧搭档，造成车帮慢分48分钟。路边发现讲是这无线电的信号参数，互人偷接去。这款的情形是牵涉到国家级的公共安全危机。检警追查到底，伫咧台中抓到一个23岁适龄的查甫大学生，伊是长期入侵高铁系统。上班的时间，坐车的人也是真多。高铁台中站是全线第2大站，不过今年清明连假期间，4月初5暗时11点23分，高铁公司接到台中站维修部门发送紧急信号，航空中心应变要求3台列车紧急动车，拢总5点延前48分。后来追查才发现，无线电信号的参数互 copy 盗用。正常行驶，然后你突然急刹。他接收到了那个误判讯号，你急刹了，然后你行驶，你可能在干嘛，没做好，可能撞到了，就会有一些受伤。高铁公司第一时间随赶紧联络发信号的人，不过对方讲话是真矛盾，而且无甲因讲是安怎要警告，就随关机，煞尾通报铁路警察局，还有刑事警察局侦办。警方专案小组调查所谓卡车，还有电杆了后，锁定一个23岁适龄的大学生涉案。23前往桃园甲台中移大所在敲吹，当场查到11部无线电，还有电子设备。我们迅速锁定林姓犯嫌，设有重嫌。在28号的时候，持法院的搜索票到他桃园跟台中的住处搜索，
他是有去考这个我们相关的无线电的证照。他声称就是好玩，然后有成就感这样。检警强调，这个大学生有无线电的证照，用恶意的软体入侵无线电信号的参数，已经涉犯到铁路法，还有刑法、公共危险罪，还有妨害电脑使用罪嫌。夜到暗时讯后，以10万块交保。检察官拘提林姓被告，并搜索其住所等处，查扣无线电及电子设备。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铁路法及刑法等罪嫌。罪嫌重大，但无羁押之必要，予以10万元拒保。高铁公司表示，启动警告需要经过特别的验证程序。启动警告需要特别的验证程序，就算讲是高铁内部的人员，若是无经过专业的训练，嘛无法度启动。嫌犯到底是安怎破解，是毋是有内鬼，也无等待厘清。也若像是嘛，甲这个大学生提告，追究法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接到情报，讲有几类台湾人对美国和加拿大出境去到澳洲，因的行李内面有真侪安非他命。查到到地，发现讲是台湾的毒品集团用钱甲因成，叫因炸一寡讲是保健食品物件去到澳洲，出国10天会当赚10万，是未到拢变做是人的替死鬼啊！这7个人互起诉，上当会当判到无期徒刑。检警去到美国，打去你外国的领土，甲关键证物摕转来。I'll do 1 for 1, okay? 美国的执法单位扣落来大量毒品，拢互咱这边来接手，拢总跟转来台湾，要做关键体检，向国内嫌犯救济。这边有一个所有票，麻烦你配合一下。在去美国进前，警方早就在国内发动搜索行动，查一个真侪嫌犯，互指控讲美伫幕后参加下国的运动。虽然毒品无流入国内，但却敢若伫演外送员的角色，和毒品伫国际之间流通。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这边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情资，发现到有这些不法的这些跨国的走私毒品的集团，吸收国人，再从美国把一些毒品呢，利用行李加上在托运行李的方式呢，再送到那个澳洲。台面扣落来，才会将证物用人参混含钠镁做外包装的暗号，说是厂安非他命，总重有35.8公斤。在台湾乌市的市值是超过超过5000万。根据刑事局的调查，在台湾的不法集团涉嫌用高薪做声音，讲是只要出国10天，飞去美国、加拿大，到甲保健食品炸去澳洲，达抓上悬会当赚10万，而且出国的期间包吃包住，让胖阁会当乘刷旅游。The successful investigation was coordinated through several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ransnational crime knows no borders, and neither does our resolve. The success of this operation is a testament to the power of partnership and the unwavering commitment of our agencies to protect our communities. 专案方吸收的6个国人，拢含集团的嫌犯熟悉，就连续伫美国地区的3个机场涉嫌运毒，互查到，当伫国外接受调查。经过警方的分析，因拢有2大共通点，毋若是拢欠钱，所有的人拢无前科，背景是真清气。他是比较具有良民身份，他可能比较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先测试过，背景比较干净的人、比较 clean 的人比较好掌握。这个下国运毒的案件，涉案的在台嫌犯已经有7个人互起诉，涉犯的毒品条例上当会当判无期徒刑，甚至警方已经扩大侦办，佫发现主嫌早就伫真侪当前，疑似用这种手法派人甲毒对美加运到阿根廷、泰国、韩国，但是佫要等厘清。记者综合报道。玉山的白云山庄最近要找人，薪水讲1个月4万5，1个月休15天，包吃包住。不过也强调讲袂当惊寒，会当忍受孤单，上好是要有爬山的经验。业者表示讲，因为人真歹请，所以提供较好的条件。不过连续上班15天，才休15天，恐惊违反劳基法。那县政府表示讲，即马要来家了解一下。玉山白云山庄的工作人员家己翕影片，记录上班的日常。唔但爱摒扫大小的所在，还佫爱提供食食，互来爬山的人看到是真无用。我们每天都会提供最新鲜的食材以及最用心的料理，让我们山友能够完成登顶玉山的梦想哦。白云山庄伫网络顶引人，工课内容包括接待人客、准备食食、卖物件、甲摒扫等等。月薪是4万5起跳，1个月休15天，而且嘛有提供食甲大，引起民众的讨论。如果我年轻的话，一定会很心动。因为它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啊，而且有点像世外桃源。就是有人要在厨房，有人要在柜台。那厨房就是备餐，那柜台的话就是发放睡袋啊、餐券啊，然后要整理那个睡袋。
业者表示，八分山庄目前的工作人员是10个人，为了影响来8玉山的人阵，按算搁引2、3个工作人员。虽然引人的条件看落是袂歹，不过八分山庄海拔是3400多公尺，为登山口步练距离差不多8、9公里，爱会动力寒，长时间伫咧山区生活的能力，而且爱连续上班15天。如果纯粹就连上15天，再连休15天这样子循环的话，它可能会不符合规定啊。登山不像是逛菜市场嘛，逛百货公司嘛，你登山的话，然后你还要去执行你的任务，还要背一些重装，对你的体能上真的是一种挑战。南投县社会劳动处表示，连续上班15天已经违反劳基法1个1休的规定，若是有劳工投诉，会做劳检。中山乡都认为讲，这款的工课要是适合有经验、爱爬山的人，那一般的民众都要谨慎考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黄线时间来到凤山路，这车站的名还未公布。有机关伫咧地方举办交通论坛，有不少这凤山的居民和当地里长是拢建议，其中 Y27站呢就爱保留旧地名七老爷。这运局也回应讲呢，这后面的停驶会伫咧通车前1年才来启动。这就叫七老爷。你敢知伊为什么叫七老爷？我唔知影咧。高雄凤山的5甲南京甲水龙东路这卡搭是属于老爷里，不过你若问在地人住倒规，因拢是讲旧地名七老爷，多连公车站嘛是叫七老爷站。最近有议员伫当地办捷运黄线设站的论坛，都济里面拢要求，到时 Y20这站的名一定要用旧地名七老爷来号名。当地时代讲，因家自清朝就号做七老爷，甲当有200-300年的历史。不过到底地号名是安怎来的，讲法有真侪种。很难去考究这个问题了哈，是不是以前有7个有钱人住在这里呢？或者是首先来这边的一个有钱人叫做排第7，我们也不晓得。把人与在地的历史结合为合一，让大家做到我们老爷里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是七老爷。除了车站名爱连接在地历史，因为这份站的预定地点是一个3车路口，车流真大，因此地方也建议开始动工爱有交通的配套措施，到时周边的车道设计、汽车、奥多拜的分流也爱好好啊规划。汽车、公车跟机车这个混在一起的险象环生状况，所以都希望是未来在站体完成之后的路型调整跟调配，都可以把汽机车分隔岛的拆除。时间当中的国际黄线总长要23公里，有23个车站。针对在地建议，捷运局表示会配合需求，重新设计这大路口的车道。另外，一般捷运站号名拢是通车的前1天才会开始做，因一定会重视地方的声音列入参考。记者看自邱朝阳、高永昌报道。伫咧10多年前，嘉豪有去港口乡做义工。10多年后，我用新闻的角度来记录一寡义工形影，来看家己当少本港口乡的义工是安怎服务妈祖的。甚至有一群人发心对台北落去港口乡煮50多年素食平安餐互乡客食，希望讲会当来到这感受到温暖，也有振兴的气氛。妈祖生进前有真侪拜妈祖的宫庙信众，会请妈祖登去祖庙大庙过炉。家己当少本港口乡，妈祖香旗一个到一天上侪有几落青春的新兵来过炉。毋那大殿爱围起来，干那新春会当请入来。对庙埕到庙内，拢需要上百位的义工支援。我来庙服务将近要30天的时间。你若是讲最高纪录，单独一间宫新春最高是初伫540尊。这宜兰罗东县的乡新村，伊就一间就540尊。你若讲一天落来，最高纪录将近要4000尊的新民来过路出入安尼。全国的善男信女若有闲就嘛当来阮港口乡来参拜来奉香感谢各位。即摆的时间是早起4点外。港口嘛上山素食部注意菩萨师兄师姐开始伫咧无营路，为着今仔日的素食平安餐顿的准备。伫香客大楼内面有一阵煮素食平安餐的志工，50多年前本地初心是因为港口乡地点压贴，食素食无方便，才会对台北落来斗3工，却演变做是妈祖生进前拍菜活动，有人一做就是做58年啊。我咧遮拍菜已经57、8年啊，拢无物件通食啦，素食的拢无人食，这嘛。无物件无点啊，因隔壁有迄落炒的红食，阮食素的人无人食。以前就是因5个上山有5个，所以佫上山素食无。5个人吼，拢住迄树仔骹迄咧煮啊，
就是伊是咧高汤啦，就咸糜啦，无就煮面啊，安尼无3年方食。恁来的时吼，啥物拢无方便啦，就是捡柴来煮，啊嘛无地煮呢，是煮几落年吼，才甲因料参上讲你一炉啊温煮，一角互阮煮，啊才贴汤啊煮。买菜拢孤单的，爱地甘蔗车汤啊。今年第38年啊。啊，互食了会健康，因为咱伫遮咧煮吼，众生食就是爱煮，互食健康，但等于欢喜。安尼毋是咱有面子呢，妈祖婆搁较有面子。我感觉来食吼，来煮吼，大家食我心情足好。但是我透早4点起来，我煮啊足欢喜的，我嘛袂感觉忝。上起头是由过为老菩萨的发心，甲这份善意传出去。即马是现行家父钱，将义工来斗煮，结头壳换菜色，变做是40-50人的港口马上山素食部。若请新尊来港口乡过路，乡客会当食到健康的素食平安餐，对市民到信众拢感受到港口乡义工为妈祖付出的敬意。记者陈家豪家己报道。日本漫画上总的福利链公司台语台要推出台语版本，对5月初2开始呢，每礼拜六暗时10点准时放送。这届是由台语台找专业的翻译加配音选角，负责声音导演的配音领班林茂清就表示，甲这日本的漫画配做台语版，就是希望观众会当用家己的母语去欣赏到无同款的作品。福利链的配音员嘛讲，真侪技术的讲法，拢是对这配台语了后才学到的，希望观众大家做伙来看台语版。你刷落来的人生，是毋是还阁足长的，等到阮想袂到的坎站？差不多要开始哦，安尼我先来去啊。这出日本漫画上总的福利链，故事是讲已经外青年的精灵福利链，甲勇者欣的如一家人，拍败魔王了后，50年岁月中间有伴有的陆续过身。幕后当会受的福利链，想要更加了解人类的感情，然后重新开始旅行。上总的福利链特别推出台语版，这届是由公司台语台找专业翻译甲配音选角。福利链，你敢会记得巴扎路头上尾讲的话无？我袂记得啊。遐个卡笑，只是为着欺骗人类才讲话。配音领班林茂清表示，甲日本漫画配做台语，就是希望观众会当用家己的母语去欣赏无共作品。另外配音也着思考用啥物语句较下角色的个性，还是故事的设定，并甲台语翻译顾问有真侪讨论。魔物这个，伊可能是较西方的，可能是甲恶魔啊，是魔族有关系啊。伊可能毋是讲，若讲人，可能是物件嘛有可能。就是伊的定义较侪啦吼，若是妖怪，敢若是动物去变做人形的迄种共款，所以阮一开始拄着这个词的时阵，就是有甲老师讨论过。除了把它当做原本的福利莲这个作品之外，也可以透过这个作品，然后去再多学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台语的形容方式啊也好，或者是一些词汇也好，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台语版上总的福利链自5月出来网络顶，对这个日本的魔法阿嬷有真侪讨论，也有 YouTuber 甲主题曲换做台语版。这出漫画拍算自5月初2开始，每礼拜六暗时10点，伫咧公司台语台准时放送，电视甲 YouTube 拢看会到。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罗西亚开始伫咧准备一年一届的胜利日阅兵咯。这美国总统川普和这罗西亚总统普京进行第12届电话会谈。除了讲到冲击国际油价、伊朗战争，双方大部分的时间也伫咧讨论这乌克兰局势。另外，面对着这乌克兰一直用无人机去空袭罗西亚石油等基础设施，这罗西亚也宣布讲，今年呢这胜利日阅兵会出现装甲车和飞弹等重型的装备，会用各军种代表部队组成方队来参与阅兵仪式。根据瑞士总统外交顾问乌克沙夫的讲法，美国总统川普甲瑞士总统普廷这摆电话会谈时间超过1点半钟了后，两人对话重点主要是包含伊朗甲乌克兰战争。瑞士表示，普廷俄罗川普决定延长对伊朗的停火，也希望延加一标停，包含将伊朗的浓缩铀交予瑞士保管。川普指出，甲中东情势比起来，伊较要是乌克兰瑞士战争是不是能够停火。I talked about a few different subjects, mostly about Ukraine, and we had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I think we're going to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relatively quickly, I hope.
I said I'd much rather have you be involved with ending the war with Ukraine. I suggested a little bit of a ceasefire, and I think he might do that. He might announce something having to do with it. 罗西亚总统外交顾问乌沙科夫接受电话专访指出，针对特别教会的5月初9圣诞节节庆，罗西亚会搁进行停火。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позитивно оценил недавно объявившееся России пасхальное перемирие.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л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коллегу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бъявить перемирие и на период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Дня Победы. Трамп активно поддержал эту инициативу, отметив, что праздник знаменует нашу общую победу над нацизмом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5月初9圣诞节为前苏联时代就是重要国家庆典之一，比如2025年的圣诞节80周年，阅兵典礼规模就真大。不过，根据罗西亚国防部的公告，2016年的圣诞节阅兵，除了维护战车、甲飞弹等重型装备，各军事院校的学生队也未参加，仅来保留陆海空国部队的代表单位，不过空中分列式会保留。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который каждый день теряет земл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ейчас пустился вовсю в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ую активность. И поэтому на фоне этой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угрозы, конечно же, 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минимизации опасности. 虽然罗西亚官方的讲法是影响乌克兰无人机控制，为保护装备甲人员安全，佮加上毋是整数年阅兵的规模才减少。乌克兰政府强调，圣诞节阅兵有真侪百姓参加，未正做攻击目标。又话包含法兰斯、自视电视台等欧洲媒体指出，罗西亚军队伫乌克兰战场面临真大压力，增加车甲飞弹部队无法度参加阅兵，这互规模较小。公视新闻徐家珍报道。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5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